去买菜，这是因为好食的物件。阿母，请说。你毋是要食牛排？会当出去啊，去菜市仔买物件。第二幕，第二幕，阿爸，伫厝里洗衫甲摒扫。阿爸，洗衫机伫迄个遐放个桌啊遐。哪一个？对，怡轩的桌子上。哦，不是。好。啊，你的洗衫精、洗衣精有没有准备好？啊。洗衣精、洗衣粉，随便来摕一个。记一下。哦。啊，倒了伤济。不会啦。没。哇。小心哦，这里啊，咱试落去啊。你无试落去要哪开始？因兜洗衫机有各种啊，试做者。啊，会当去摒扫啊，扫涂骹。看伊摕扫帚的姿势，是真流扫涂骹。你是甲我鱼仔扫走啊吗？你咧扫我鱼仔嘛？你兜哪有一尾鱼仔伫涂骹？昨天吃剩的。来旁白了后，搁去洗米，准备煮饭。好，洗米哦。会洗米吗？也要洗米吗？哦，袂歹哦，伊有甲水泉仔转开哦，下挂水味哦。是讲因兜的水泉仔头仔下甲遮远。为什么他跑到厕所？系啊，是要走去买向面用水。阿爸，你是煮饭呢，唔是要炒饭呢？请他去电锅先把白饭煮熟，好，扛起来，扛起来。等一下，盖子。气落去。气落去，插头有没有插？按下去。好啦，给咱去看报纸啊。第三幕，阿莹甲阿母回来啊。阿莹讲，阿爸我回来啊。阿爸，我回来啊。阿母讲，我来煮。不煮几样菜来，去炒菜来，要甩锅哦。看看你平常有没有做老煮饭的哦。砸锅子哦。砸锅。来，你要食鱼啊，还是要食鸡肉？拢会使呢，先蒸鱼啊。我要吃糖醋鱼。伊咧看食谱啦，对，是第一次煮饭啦，所以一个步骤都要看得很仔细。计时器无甲准备一下。已经焦掉了。盐已经焦掉了，你有闻到臭味道的味啊吗？要加盐。对啊，两块盐啊。不是整块丢进去。叫大家来食饭啊！来给他吃。我给你吗？我来递饭。来帮我推我。我来递饭。中途喊大声一点哦。